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頒布行政命令，禁止哈佛大學生嘅國際學生入境。哈佛入稟聯邦法院申請禁制令獲批。當地時間23號，臨時禁止令獲延長，哈佛暫時可以繼續招收國際生。但係哈佛同埋特朗普衝突一日未完，哈佛國際生人心惶惶，紛紛想轉到其他學校，其中包括香港多所大學。率先向哈佛學生招手嘅香港科技大學日前就話，該校已收到全球近200名受美國政策影響嘅學生查詢，並已經向6名獲取錄哈佛或者在校研究生發錄取通知，當中5名係嚟自巴基斯坦、格魯吉亞同埋內地嘅申請人已經接受錄取。香港大學亦都表示，已經收到約300名美國學生查詢，以及超過100份嘅轉校申請，包括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嘅哈佛學生。全球人才環境複雜多變，香港高等學院擁抱國際化，積極吸引全球頂尖學者同埋學生嚟港發展。除咗科大、港大吸引哈佛學子目光，中大、理工、浸會、城大等高校非本地學生數字亦都創下新高。由於美國留學政策混亂，香港趁機搶人才，通過獎學金、學術支援、特別通道等吸引頂尖學生、學者來港。目前已有斬獲，對打造留學香港品牌亦有好處。相信搶人才捷報陸續有來。